种行的功夫，实践的功夫。实践，我们刚才讲修道是讲我们内心的一种修行，内心的一种怎么样得善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外王的功夫，我们如何行得怎么样？行得漂亮，行得光彩，行得美丽呀。所以说，内在的德善，我们要表现出来，才是漂亮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展现我们内在的德，所以我们就要讲外王的功夫，怎么展现？在于办道里面去展现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什么是办道？顾名思义，叫做布施。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办道就是布施。后期上，你看我们的前贤，我们那些前辈者，他布施他的时间，布施他的体力，布施他的精神，布施他的一切奉献，他有没有在办道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他也在布施哦。这就是行布施之德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布施，菩萨今天他的圆满的境界，必须要勤修什么？他都勤修什么？六度，对，六度。菩萨要行六度波罗蜜，对不对？六度万行，他讲六度万行，六度万行。各位浅显，那么六度万行哪六度？来考考大家。第一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最后智慧，是不是？那他在讲这六度，那他才能够达到自在呢。行六度万法，最后菩萨达到自在。那么呢，各位浅显，如何我们要自在？当然是心中没有烦恼，心中没有挂碍，心中没有生气呀。如果我们现在还有这些东西，那表示我们心中还有什么？还有杂质，我们的心田里面还有杂草，我们还有杂草，还有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勤修这个六度啊。那六度以什么为首？以什么为首？布施，对不对？第一是不是讲布施？所以呢，六度以布施为首，因为只有布施才能够真正接近众生弘法利生的第一手最快，它是有弘法利生的精神，因为其他都是修谁？自己内在，持戒是你的功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忍辱是你的事情，禅定是你的事情。但是唯有布施是先怎样接近众生，弘法利生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知道，布施行善都是怎样，都是自然的。布施是不勉强的，布施有分为什么？三施并行有分为什么？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对，那这个财施呢，是告诉我们是以金钱财嘛，以金钱。那以金钱能够帮助别人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你用金钱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用金钱帮助人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师尊老大人说，他不要徒儿的金，不要徒儿的银，他只要徒儿的一颗心。什么心？时时刻刻有要帮助别人的心，时时刻刻有感恩的心，有想要关怀他人的心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财施。财施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啊，所以呢，要有这样的念头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念头，不是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是为了兄弟姐妹得离苦的念头。那再来法施，人家说哈，财施有尽，法施无穷，是不是？讲道理给人家听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讲道理给人家听，因为呢，它可以让很多兄弟姐妹陷入执着的时候，陷入烦恼的时候，陷入嫉妒的时候，他能够因为你的法语，他能够洗涤他内心的无明。所以呢，法师他在什么去除我们的无明哦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真布施，金钱布施啊，真的布施要
放下。刚才后学讲的，放下执着烦恼，放下贪嗔痴烦恼嫉妒，要放下我们这些。那如果放下了我们这些，那你才是真正最富有的人。如果你没有放下的这些，你才是真正是一个最贫穷的人。哦，那么再来是什么？无畏施，无畏施。那无畏施呢，就是怎样？没有恐怖叫做什么？无畏。没有恐惧，没有恐怖叫无畏。那么我们今天是否真正在行无畏施？各位浅浅，我们现在在座的这里，每一个人坐在这里听后学讲课，你们就在行无畏施，因为你们的耳朵耳施，你们的眼睛眼施，你们的身体身施，你们的心心施，你们奉献了给后学，让后学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，让你们一起怎样分享。所以后学是感谢大家，你们让后学能够学习。所以没有你们就没有后学站在这里，就没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菩萨他是行大无畏的精神，给兄弟姐妹怎样安定？安定，是不是？来到佛堂有没有安定的感觉？有，他要让我们安定。来到佛堂呢，学菩萨的精神，让我们能够怎样改变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让达到法喜充满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达到无畏施，最基本。